现代台语版圣经以赛亚书第45章，上主选立塞勒士做王，上主扶持伊，予伊有气力征服列邦，剥夺列王的权势。城门拢会伫伊的面前拍开，袂阁关起来。上主对塞勒士安尼讲：我上主要亲身替你开路，要卸平大山小山，我要攻破铜的城门，要击断铁的门串。我要将暗中的宝贝、隐藏的财富拢予你，安尼你就会知我是上主。我叫你的名呼召你，我是以色列的上帝。虽然你毋捌我，为着我的仆人雅各，为着我竞选的以色列，我还叫你的名呼召你，赐你名号。我是上主，其他无别个，我以外无别个上帝。虽然你还毋捌我，我要互你气力。安尼，对日出到日落的所在，人人拢会知。我以外无别个，我是上主，以外无别个。我创造光，搁造暗；我使平安繁荣，嘛降灾难。我上主要实现这一切的代志。天啊，着降落胜利，亲像雨水对顶面摒落；地啊，着拍开，互拯救开花，互胜利结子。我上主要成就即个事。甲造物主争论的人惨啊！伊不过是地上叶片中的一片。念头减会对烧毁师傅讲：你咧创啥？你的功夫无好。敢甲老爸讲：你若甲我生做安尼？敢甲老母讲：何物可生我？即款人惨啊！以色列神圣的上帝，创造以色列的上主安尼讲：恁无权通质问我的囝儿的将来，无权指示我应该着做甚物。我是大地的创造主，搁创造住伫迄顶面的人类。我亲手铁开强创，指挥天顶的星神。我兴起塞勒士，予伊得到胜利，守直伊所要行的道路。伊要重建我的城耶路撒冷，要讨放我受领的子民。伊安尼做，毋是要趁工钱，嘛毋是因为互人买收。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宣布：上主对以色列安尼讲：埃及甲伊索比亚的财富，拢会变做你的；大各国的西巴人，拢变做你的奴隶，因为互所连连地缀你的骹脊后行，因为跪落去拜你，恭敬对你讲：上帝确实甲恁同在，只有伊是上帝，以外无别个。救赎主，以色列的上帝，你真正是允捌家己的上帝。制造偶像的拢会见笑闹气，因拢会做伙受体辱。毋过以色列受上主拯救，恁得到的救恩会续到永远，恁永远袂阁受侮辱。上主创造天。伊就是迄位唯一的上帝，伊创造星形，建立大地。伊创造星辰，建立大地。伊无互大地变做混沌荒废，反倒互伊诚侪人徛起的所在。
伊讲：我是上主，以外无别个。我毋捌伫隐密个所在讲话，嘛毋捌伫黑暗个地谈论。我毋捌甲以色列个后代讲，恁着伫混乱中找求我。我上主只有讲公义，只有宣告正直。上主讲：来，恁遮会对列邦逃脱个人，拢自入我内接受审判。遐个观察刻个偶像犹家，搁对无力通救因个神明祈祷个人是无知。来，恁去彼此参详，提出恁个诉状。啥人对古早就知即个代志？啥人真早以前就宣告即个事？敢毋是我上主？我以外无别个上帝，我才是公义个上帝。我以外无别个会拯救人。天边海角个人啊，着归应我，通得到救。我就是上帝，其他无别个。我记家己立誓，我凭公义讲出的话，绝对袂收回。每一个脚头趺拢会对我跪拜，每一个喙拢会对我宣誓。人会讲，只有通过上主，才会得到胜利甲快乐。所有对伊发受气的人，拢会受体辱。所有以色列的子孙，拢会对上主得到胜利甲荣耀。